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1月初2，乌鹰直升机发生事故，有8位的将官来殉职。国防部今仔日要10下晡的5点，为3军总病院出发，到空军上山指挥部。沿路有19个所在设37个致敬点。明仔载来公祭，接落来109台北第2殡仪馆，沿路有11个所在设22个致敬点，要邀请民众为殉职的将官来送行。为诉求到悼念队士。乌鹰直升机失事后，国防部有做一支3分37秒的队士影片，包括殉职的参谋总长沈一鸣在内8名将士拢有穿军服。甲因讲任务已经结束啊，加上这首歌。你离开多久了？苦痛还在吗？可否为你做些什么？同款是甲殉职将士致敬，军人主题里使用歌曲疗伤，一般民众若要去支持，嘛有机会。启灵期间，安排官兵代表沿路致敬，并敦请民众自发性参与。下晡5点10为3军总病院出发，到空军上指部有13公里远，设19个所在37个致敬点。明仔载公电后，109台北2边有22个致敬点。启灵空中致敬分列式及19响省炮致敬等。上重要的乌鸦啊，再搁送到美国去判托，要找答案，还阁需要时间。